2026年1月，香港物業買賣數據及二手私人住宅物業售價指標。2026年1月，整體物業交易註冊為7631宗，涉及金額約572.49億港元。1月份的物業買賣註冊數據按月減少1368宗，15.2%，以金額計算亦減少約77.97億港元，12%。2025年5月至12月，樓價指數已連續上升8個月。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最新公布2025年12月二手私人住宅物業售價指數為298.6，較11月份的297.9按月上升0.23%，較2025年1月份的287.2則上升3.97%。按2026年1月份的註冊數據估計，尚未公布的1月份售價指數有機會在299至301點之間徘徊。詳細請瀏覽世紀21香港網頁之樓市研究。